6月4號星期三晚，跑馬地安排咗9場夜馬舉行，頭場6點40分開跑，谷草用全闊嘅 A 欄作賽，谷草 A 欄排檔位不拘，前至至終有優勢啊！中長途留後搭都 OK 嘅。本台未有盈利廣告嘅收入嘅，請各位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同時喺呢個轉賬說明或者備註嗰欄填入閣下嘅電話號碼，多謝。星期三晚有幾陣驟雨，臨場留意下場地，馬會暫時係掛緊呢個好地牌嘅。第一場5班2200米，呢場我要11號皮具大師做膽，巴道騎123磅，排第10位。皮具大師前一仗跑谷草1800米就孭116磅就贏咗出嚟，上仗就孭122磅就跑到第3，輸一個馬位。今次係跑2200米，以佢嘅後上跑法應該可以穩位望贏。同埋條片嘅仲有9號同寶寶阿潘頓騎㗎，上仗同皮具大師同場，佢係喺後邊啊，跑咗第4。今次改配潘頓上陣應該有力有為。呢條片呢係5月14號啊，谷草 B 欄1800米賽事嚟嘅，紅色箭嘴指住嗰隻就係皮具大師，大外欄白色箭嘴指住嗰隻就寶寶啊。翻到嚟皮具就跑第3，寶寶係4啊。咁啊第一場我要11號皮具大師做膽，腳拖9號同寶寶，1號暴風雷。拖埋隻6號香港精神。第二場4班18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3號掌聲潘明輝嘅。上仗跑2200米谷草啊，就落敗咗，但佢對上2仗跑呢個谷草1800米呢，2場都跑過第2㗎。100米啊，掌聲係最擅長啊，呢場可以穩位望贏。配腳要6號妙算其勝，11號三光飛輪。同埋2號卓越旋風。第3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睇到3號凝聚美麗，阿潘頓騎嘅。凝聚美麗前一仗跑谷草1200米賽事 A 欄啊，輸條頸位跑到第2，上仗跑 B 欄就輸3個幾馬位，呢次跑翻 A 欄應該有啲機會。配腳要4號有紅利，10號飛黃。同埋11號星火燎原。第4場4班165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1號綠色好景阿潘頓騎嘅。最近跑咗2場谷草1650米賽事，分別係田泰安同埋布文騎，都係輸短頭馬位，2場都跑過第2。今次又換阿潘頓上陣啦，可以爭勝。配腳係要7號聶寶勤，6號農民邊影同埋12號快樂老窩。第5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中意2號天外迎天潘頓騎嘅。天外迎天啊，最近跑咗2場谷草1200米賽事，前一場輸條頸位跑第2，上一場大勝對手個幾馬位。今次孭131磅，繼續用翻潘頓可以取勝。配腳係8號天下寵兒、3號號霸王同埋7號智勝攻略。第6場3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5號風雲武士做膽潘頓騎129磅，排第2位。風雲武士連續跑咗3場谷草1200米賽事，都係攞過第3啊！今場古奇如勇應可以穩位望贏。同埋條片嘅仲有11號勇霸龍。霍宏升騎123磅，排第8位，上場喺大外欄啦，如飛殺上，最後跑到第3，今場有力爭勝。呢條片係5月14號谷草呢個 B 欄120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指住嗰隻就風雲武士，大外欄白色箭嘴指住嗰隻就勇霸龍啊！翻到嚟3次都跑第2啊！呢個風雲武士。咁啊，第6場睇下可唔可以贏翻場啊？風雲武士做膽5號，拖11號勇霸龍，4號日時千里
拖埋3號無限美麗。歡迎免費訂閱 Win 加加，先按訂閱再按響鐘，有新片嗰時就會通知到你。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請我飲咖啡，多謝各位。第7場3班15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1號港龍福將啊，梁家俊騎嘅。港龍福將上季贏咗3場谷草1500米，有一季未贏嘅。今季上咗2班就表現麻麻，今場由2班落返3班，有回旋之力，我要穩位望贏。配腳要9號春風萬里、4號99為尊同埋2號包裝創新。第8場3班165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5號星價，阿霍宏星騎嘅，最近跑過4場谷草賽事。2場1650賽事，一場跑第1，一場跑第3啊！最近2場1500米賽事都係跑第2，今次跑返1650米應該可以穩位望贏。配腳要9號智勇名區、4號浪漫老窩同埋3號不同世界。第9場3班10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5號馬力做膽，潘頓騎127磅排第6位。馬力嚟香港只係跑過4場馬，2場喺沙田贏咗1場嘅，2場喺谷草跑呢1000米，2場都贏晒嘅。今次跑長200米應該冇問題嘅，可以穩位望贏。呢條片係4月23號啊，谷草思蘭1000米賽事嚟嘅，擺開啦，紅色箭錐指住嗰隻係馬力啊，咁啊跑2場1000米谷草，2場都贏晒嘅。咁第9場我要馬力做膽5號，腳多11號顏色之王，3號好有心得，同埋4號得道猴王。連贏位置 Q， 第1場11號皮具大師拖1號暴風雷，拖埋9號同寶寶。第6場5號風雲武士拖4號日馳千里，拖埋11號勇霸龍。第9場5號馬力拖3號好有心得，拖埋11號顏色之王。6環彩投注，第4場1號綠色好景，第5場2號天外迎天，第6場5號風雲武士，第7場1號港林福將，第8場5號星價，第9場5號馬力。三寶投注，第3場3號凝聚美麗同埋4號有紅利，第4場1號綠色好景同埋6號農民邊影，第5場1隻2號天外迎天加埋4注飛。三寶投注第2口，第7場1號港林福將同埋9號春風萬里，第8場5號星價同埋7號迎好威風，第9場1隻5號馬力加埋都係4注飛。本台仲未有盈利廣告收入，請大家掃描2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多少無拘嘅。下期再見。